114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4月19将要伫台南举行。台南市政府3月2日特别选伫一在金城举行盛会点燃的仪式，由着10个吉乐团的表演来揭开序幕，迎接着北门高中的盛会队，以及着全中运的吉祥物大圆甲甜甜来进场，场面热烈。中校国中50队带领北门高中圣火队进场。义载精神来做圣火的传递，非常重要的。义载精神就是台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那台南几个大的古迹，大家都知道，就是赤坎楼啦，安平古堡啦，义载精神。那义载精神它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它有很多大炮啦，有很多那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古迹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选手都一炮而红，而且都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现场有着市长黄伟泰，甲着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方瑞文共同来启动盛会点燃，透过光雕的投影，甲着镭射聚光来点燃盛会，然后交棒予盛会队，宣告114年全中运盛会传递正式来启动。点燃火炬，长官请复位，圣火队请出列，引燃圣火。我们是用光雕投影，然后是用镭射聚光的方式来取得母火，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安排先从离岛这边来传递圣火。我们圣火引燃之后，就代表我们114年的全国重点学校运动会就要正式展开了。那个到时候也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我们所有的一个民众能够踊跃到台南这边来参与这个盛会。这届盛会队的选手由着大桥、北门、永林，甲着台南一中等学校的体育之友的选手来组成。预计盛会队3月24先对平湖来出发，再刷到金门，甲着连江县，然后再搁坐转来本岛。预计3月31对台南出发，依着逆时针来坐台湾一轮。4月15坐台南市37区，4月18回来到台南市来安坐。台南新闻综合报道。